段時間喺度企喺條馬路中間喺度拍抖音喺度。去旅行梗係想影多啲靚相，有啲旅客會捐都捐啦，揾特別打卡位。不過有澳門廣場聽眾就分享夜媽媽見到嘅驚險一幕。水塘轉上山頂嗰段路呢，平時係冇人可以行噶嘛，但係而家呢，係多咗好多人行咗上去，有啲係逆行上去咯。嗰晚我同小朋友睇完急診，喺嗰個嶺南中學嘅後門嗰度位置一轉彎過翻去咧，翻水塘方向嗰邊咧嚇，有兩個內地遊客喺度拍抖音咯，直接喺條馬路中間喺度拍緊抖音咯。嗰條路第一彎道多，第二光線係暗嘅，同埋速度係快嘅。係咪真係要有一日喺嗰度撞死人啦，或者乜嘢咧嚇？政府先至去注意呢個問題。特派員晏晝時段去現場睇過，雖然冇見到企喺車道中間打卡嘅情況，但停咗大概20分鐘，已經見到3組人喺車道上面行走，就算靠邊行都好危險喎。不過澳門危險嘅路口點止一個。八寶沙大馬路個巴士站，一落完巴士咧就即刻就過馬路，你知啦，好危險噶嘛。交通部嗰度可唔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咯？我哋揸車人士嚟講，真係好危險噶，佢成日衝過馬路。河邊新街下環嗰度咪有條天橋嘅，天橋底下咪有個街口嘅，都係十字街口嚟噶。有條天橋佢哋都唔上，又有 lift， 佢睇到冇車過。但係你有陣時啲嘢，你知啲阿伯阿公噶啦，佢行路又慢喎，人哋嗰邊一紅綠燈一搞掂咋，綠燈就即刻有車飛過嚟噶啦嘛。望順樓嗰度啊，有啲人咧見到部車嘛，冚聲跑，因為而家嗰3棟樓好多人行噶嘛，我日日都見到啲公公婆婆係咁走過去搭車。雖然有聽眾反映呢啲亂過馬路嘅問題，相信澳門大部分市民都會遵守交通規則，使用行人過路設施嘅。值得一提嘅係，駕駛者良好駕駛態度對維護道路安全都好重要。有交諮委就提醒駕駛者留意呢啲嘢。咁希望其實都喺呢啲黑點度可以增加多啲執法嘅一個措施啦，咁令到市民可以更加多使用行人嘅過路設施啦。局方嗰邊啦，亦都可以研究更加多嘅一啲設施啦，去令到駕駛者咧其實係有更加多嘅提示啦，喺一啲轉彎位啊，或者一啲迴旋處嘅入口位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提醒翻駕駛者咧係留意翻自己嘅車速啦，希望營造翻一個令到駕駛者啦同埋行人都可以相互尊重嘅一個道路環境啦。你又認為可以點樣提高行人同駕駛者嘅安全意識？打嚟澳門廣場講啦！睇完片之後，記得訂閱頻道、留言同 share 我哋嘅片出去啊！